为争取 AI 研发中心设伫台南，议员有用伫上午的市政总质询，就人力、电力甲土地来分析。南部虽然人力无北部的多，但伫土地甲电力的开线较无问题。议员表示，机会是留予准备好的城市。更加引用回答黄仁勋的一句：“火若盛开，蝴蝶自然就来。”市长嘛回应，台南有真好的条件，绝对会用的招蜂引蝶。蝴蝶自来啦，这讲这个意思多深呢？我真讲互你听哦。蝴蝶就家己会来，意思讲，咱的条件是到底安怎？是土地是要偌济钱互伊？这设施也是安怎？当然，咱家己市政府的经济有什么有限嘛？咱要全部处理无法度，但是你若用中央的钱呢来甲伊处理呢？条件互伊，咱有啥物条件要互伊？咱来讲，是感谢议员，你讲的足对的。以台南现主是不管是水电、土地、人才甲人员的这个优势莫讲招迄个花若自开蝴蝶自来。咱条件已经好，会当招蜂引蝶啦，所以应该是无问题。但是重点是讲，因为这考量，毋若是完全咱客观的条件，嘛各位主观的意愿。接续议员嘛关心台湾的诈骗事件，议员表示，德连司法最后一道封线的法官甲律师，拢涉嫌替诈骗集团来创钱，甚至是做顾问。不怪台湾会被考说是诈骗之岛。议员除了毋望打诈司法加重刑罚以外，同时嘛希望警方会用个积极来加强宣导，以减少诈骗事件的发生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